主后2022年5月22日，西利基督长教会主日礼拜。圣经申命记31章24节到29节。申命记31章24节到29节。摩西将这个律法一切写清楚，就吩咐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讲：这个律法一切，就下伫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边，通做指责恁的见证。我知恁是悖逆、心硬固执的民族，我今仔日要活地甲恁做伙，恁就会悖逆上主。何况我死了后，就组织恁所有支族的长老甲官长来我遮，我要将这话讲互恁听，嘛要叫天叫地来证实恁的毋对。我知我死了后，恁会彻底败坏，偏离我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将来恁会拄着灾厄，因为恁会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惹伊受气。以上，今仔日讲题题目是摩西的遗命。摩西的遗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人伫要死的进前，有的人会交代遗言，也有的人袂交代遗言。咱知影讲遗言是啥物？遗言就是会讲上界重要的话，也是将上界要紧的代志交代落来，特别是关系财产的分配甲身后事的安排。咱伫今日的圣经要听的进度是申命记31章到32章。摩西伊的生平的故事已经进入到最后得要死的阶段。对摩西来看，伊活到120岁，伊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袂当带以色列人陪因进入上帝所应允赐福流奶甲蜜的迦南地。伊上界袂当放心的代志，就是伫伊死了后，以色列人到底是毋是会继续行伫尊叹上帝、得到上帝祝福的道路？毋过，伊的性命已经行到接近终点，但搁较安怎，伊嘛着爱放手，爱交代互约书亚负起继续领导以色列人即个重大的责任。若是对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来看，因得要失落一个属灵的伟人，也就是因的精神的导师，这互因的心也惊吓也毋甘。伫因的头前，检采因就好亲像得要失去老爸的孤儿，无依无靠。申命记31章到32章，咱通伫即个历史的大转变的中间，看见一个危机点，也是一个充满着传奇的时代。大先，咱来看申命记31章到32章的分段。第一段是伫31章的1节到8节，这是设立约书亚来做摩西的继承人，设立约书亚做摩西的继承人。咱若看进前伫申命记第1章38节，甲伫民数记27章18节到23节，伫遐咱有读过
摩西早就已经伫大祭司甲会众的面前有设立约书亚来诚做伊事工的继承人。伫迄条了后，约书亚名义上虽然是新的以色列人的领导人，毋过实际上伊还担任摩西的副手，还无实际上来接任。到伫今仔日伫即个民数记31章才开始正式上任。约书亚扮演的角色上界主要是军队伫即个军事上，甲伫政治上的领导者。伊上界大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征讨要占领的迦南地。摩西对因的勉励就是爱因勇敢壮大，毋免惊。勇敢壮大，毋免惊。第二段是伫即个第9节到13节。每7年，也就是到伫安息年迄一年的大了节，就搁一届宣传律法册。即个以前有讲过，伫遮搁一届会做摩西的为民的一个强调。律法册是摩西一生的精华。律法册交予祭司甲长老，也命令因伫每第7年，就是到安息年迄一年的大了节，一定着爱聚集全部以色列人，甲因中间的外族人，读互因听，也互因来学习，着切实遵行律法的每一句话。这个目的就是为着要敬畏上帝。第3段是31章14节到29节，伫遮上帝对摩西有几项最后的指示，即几项大约分做6点。第一点就是上帝讲摩西无偌久就会离开即个世间。第二，上帝交代约书亚，你着勇敢壮大，爱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上帝也要甲伊同在。第三个小点是上帝讲摩西死了后，以色列人会因为拜偶像受上帝气杀，来拄着真济的患难。第四，上帝爱摩西写一首见证歌，这首歌也爱甲人民唱。这首歌是用来教示以色列人的诗歌。第五，摩西所写的律法册，着放伫约柜的边约柜是放伫至圣所上界要紧的所在，放伫约柜的边也表示上帝的律法册是非常的重要。第六，着组织所有的长老甲官长，也互因来听即首的见证歌，了后，互因也通来教示伫以色列百姓。第4段是伫31章30节到32章的44节，遮咧讲到摩西的诗歌。因为这首歌真长，所以只有敢若甲伊简单讲伊的重点。这首诗歌虽然是摩西所做的，毋过是伫约书亚的帮助下面做伙念互会众听。诗歌的内容主要是咧讲上帝是以色列的石盘，伊是以色列的老爸，也是创造主。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互因成做伊的子民，成做伊的产业。上帝也保护因，引带因，疼惜因，养育因。总是以色列人无
为就丧事，就去杀上帝，未记得上帝，去拜鬼神，得罪上帝，得到上帝管教因，差日出也甲因灭亡。后来上帝会替伊诶子民伸冤报应，会对得诶手，佮甲因拯救出来。这要互因知影，只有上主才是因诶上帝，上帝会赎回伊所应允诶土地以及伊诶人民。第五段是摩西诶遗言，这伫32章诶45节到52节。摩西最后交代以色列人甲因诶子孙，着切实遵行上帝诶诫命，看即个做家己诶性命，安尼才会当住伫迦南地久长徛起。了后，上帝爱摩西上去尼泊山，上帝讲摩西会死伫遐，就好亲像是伊诶兄死去一样。倒去因诶列祖遐，即句话是以色列人因诶文化用语，意思就是死诶代名词。申命记31章到32章，这对咱诶教示，头一项上界宝贵诶遗产就是信仰，信仰是上界宝贵诶遗产。一般人伫即个世间迷迷糊糊，想要累积搁较济诶财富，然后将这个财产留互子孙，总是放大诶遗产，无拄拄是祝福，袂当永远庇荫伫子孙，反倒等有时阵诚做累赘，也是包袱仔，无拄拄是好。摩西也诚清楚即一点。伊留互后世诶以色列人最大诶遗产就是信仰。咱知影摩西伊传上帝诶律法诫命，互因有祭司利未人来协助因敬拜上帝，也有遮个宗教诶节期，佮教因着爱过公义甲慈爱社会诶生活，互因诚侪上帝所拣选。也是上帝所欢喜甲祝福诶人民。这个信仰诶资产是比其他一切俗世诶资产是搁较宝贝，也搁较重要。摩西知影伊会死，而且也得要死。伊死了后，伊无法度搁继续照顾带领以色列人，总是伊将这个信仰诶资产留互以色列诶子孙，因若信靠上帝，若敬畏上帝，安尼上帝就会继续甲以色列人同在，也会赐福互因，阁会当世世代代安稳徛起伫上帝所应允赐福流年甲密诶迦南地。相款，你我咱踮伫即个世间。无论过去偌尔车赢，有偌尔风光伟业，有一天咱也爱煞世间诶这一切，离开世间。遐个风光诶代志，遐个车赢诶代志，也拢会消失无踪。总是咱若是将信仰诚做上大诶资产，留互咱诶子孙，那安尼。咱就通真安心，因为上帝也会继续诚侪咱诶子孙，因永远诶招盘，永远诶倚靠。第二，伫遮咧讲到着人性完全诶对立，上帝诶神性完全诶救赎。人诶人性是完全诶对立，上帝诶神性是完全诶救赎。这也是中央教会创办人约翰加尔文伊诶神学观其中一点。
上帝互摩西明白也认清楚，人的人性是黑暗，是污秽，是完全会败坏。申命记31章29节，伫遮摩西讲：我知我死了后，恁会彻底败坏，则讲会彻底败坏，离开我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将来恁会拄着灾祸，因为恁会做上帝看做歹的事，惹伊受气。既然人的人性是遮尔啊败坏，搁遮尔啊恶劣，无药通救，也无通医，总是上帝讲，伊也袂永远放放弃以色列人。上帝犹原到伫最后伸出援手来救赎以色列人，互因脱离对敌的患难，也搁保守因。当因若悔改，就要得到复兴；若复兴，就要搁一摆兴旺。保罗讲：我知伫我本性内面无良善，我有做好的意愿，毋过无做好的气力。罗马书第7章18节，24到25节，则讲：我即个人有够凄惨。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至到死的身躯？感谢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有救我。也就是讲，咱并无任何的功德会当做夸口，毋管是超过1/10的奉献，还是你有强守主日。也是你有咧尽力传福音等等，这个拢无啥物好夸口的。咱嘛袂当永远保证，咱也是咱的子孙永远听上帝，信靠上帝，永远会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就好亲像是伫圣经内底，咱嘛看到士师基甸伊伫尾所做代志，也是亲像所罗门王年老的时阵，也是安尼歪过市撮，这就是人性。每一个人人性拢是败坏的，包括我甲你也拢无例外。只有知影咱家己是遮尔啊有限，咱才会晓得找求迄位无限的上帝。上帝也会通过主耶稣基督踮伫圣神来看顾甲带领，带咱倒转来到伫上帝的恩典的救赎的中间。当咱若悔改，咱就要重新得到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第三，人生的终点就是爱放手。放手的意思就是凡事交托互上帝。人生的终点就是放手，凡事交托互上帝。摩西的人生真精彩，也真久长，伊活到120岁，而且伫申命记34章第7节讲，摩西伊目睭无花，精力也无衰退。这是摩西伊最大的遗憾。就是伊袂当伫活地时带以色列人来入迦南。伊上爱看心的，就是当伊死了后，以色列人是毋是会当继续敬畏上帝？总是伊也知影即两项代志。头一项，上帝因为伊捌伫米利巴拍着搬出水的事件来得罪上帝。伊无遵上帝做圣，所以上帝无容允伊进入迦南地。另外，伫伊死了后，这其他的代志也是无能为力，伊也袂当搁创啥物，左右啥物。所以摩西简单学晓
就是伊需要放手，伊就放手，伊也必须要放手。这也是所有诶人人生最后一项爱学习诶功课——放手。摩西放手，就是凡事交托互上帝。上帝予伊伫约旦河诶东岸来观看迦南地诶全景。上帝也设立约书亚诚侪伊诶继承人来完成世代交替、接棒服侍诶工。亲爱诶朋友，亲爱诶兄弟姊妹，有一日，当上帝要调咱诶灵魂，要煞咱伫世间诶日子，咱也就是爱学习，亲像年老诶摩西临终诶时，甲所看心诶代志拢放下，完完全全交托互上帝，因为只有上帝伊才是咱诶主，伊也是咱诶家庭，是咱诶子孙，是咱诶世界，咱诶一切诶主。愿咱诶一生活得有意义，死也无遗憾。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看到摩西伊诶一生到伫年老，到伫伫要临终诶时阵，虽然伊有遗憾，有看到诶代志，毋过主你补满伊诶遮诶需要，你也互伊看到迦南地诶全景，生做啥款？主你也互伊将遮以色列诶子孙来交托伫上帝你主爱圣手保守。主，阮也恳求你，当阮伫即个世间，阮犹原伫活地时，阮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上帝，阮也着爱听人亲像家己，互阮诶一生也活得有意义，也将阮所看到遮诶其他诶代志，也交托伫主你诶手里，互主你也继续保守伫阮诶一切，伫阮诶子孙诶中间，你也诚做因诶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恳求感谢，靠主诶名，阿免。咱来领受祝祷，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